大家好啊，馬同德啊，冇同大家見面咗一段時間，應承咗大家咧，我工作咗50幾年咧，將我由75年開始嘅經歷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從中咧就能夠俾到一啲信息大家可以幫到大家。咁今日咧就有個主題咧，就同大家講一講冇互聯網嘅時代個時候咧，大家點樣做跨國嘅生意咧？喺我未講之前咧，請大家咧又係關注下我哋，同埋歡迎新聽嘅朋友咧亦都希望轉發俾有需要嘅朋友收聽咧。咁你哋有冇諗過，如果冇咗手機、冇咗互聯網1個鐘頭，你嘅生意會損失有幾多咧？唔見咗幾多錢咧？咁樣咁你有冇一啲後備嘅方案嚟準備？如果真係即係有一日冇咗呢個互聯網或者手機，有咩方案咧？咁冇手機、冇互聯網，咁75年係點樣做生意咧？當其時每個人都係咁。包括咧，我哋香港嘅首富李嘉誠先生都一樣要面對呢啲問題㗎啦。咁一個越洋嘅電話咧，其實咧就好貴嘅，即係等於你白做咗10日先可以咧俾到呢個費用嘅。咁70年代咧，香港做生意咧係點樣求生咧？而家呢個消失咗嘅商業時代係靠打108去接通全世界嘅。咁香港就好似我哋嗰啲咁嘅老人家咧，早期係點樣靠手寫單打跨國電話去談判接生意咧？咁樣現代人咧，如果冇咗手機、冇咗互聯網，佢哋仲可以生活咧？咁我哋喺75年初出嚟做嘢嗰個時代，就真係冇互聯網，更加係未有手機嘅甚至咧電話都唔係每一家人有嘅。咁我本身咧就主修呢個國際貿易、工商管理嘅。咁我當其時點樣去做呢啲跨國生意咧？咁除咗李嘉誠先生，咁我認識咗喺日本當其時咧係個孫正義先生佢投資呢個阿里巴巴嘅投資者咧，佢哋又點樣做生意咧？咁我又會將來咧會一啲一啲將我哋嘅經驗同咩咧就同大家分享下。當然咧裏邊有好多成功嘅案例，亦都有好多更加精彩嘅失敗案例。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諗過咧？冇咗互聯網、冇咗電話，咩都冇嘅時間，大家點樣做生意？咁我由75年就喺呢個環境一路走出嚟嘅。咁75年香港個國際長途電話咧，就受制於當其時一個技術條件政治環境同埋營運嘅模式嘅。好有當其嘅時代特色嘅。咁因為咧佢係被壟斷，同埋呢個基礎建設咧都受到好多限制嘅。咁75年嗰陣時咧，就香港嘅國際電話服務咧就由呢個香港電話公司承辦嘅。後來咧就俾呢個香港電訊咧就係合併咗佢啦。咁而呢個公司當其時咧就隸屬於英國資本嘅大東電報局嘅，英文叫 Cable and Wireless。咁呢個國際通話呢個咧就依賴海底嘅電纜同埋呢個衛星中轉站，其中咧呢個衛星呢個信道咧又要通過租用嘅國際通訊衛星嘅組織嘅，先能夠實現。但係咧嗰個帶寬咧就個程度咧就有限嘅，線路咧個質量咧就唔穩定，咁所以往往咧通話咧就會延遲，同埋有好多雜音嘅。咁線路嘅規模同埋個覆蓋咧亦都有限嘅。咁香港咧作為呢個國際轉接，香港咧作為呢個國際嘅轉接樞紐咧，國際嘅線路嘅數量咧比國內咧就為高嘅。譬如咧北京咧就係只係得返40條，但係仍然咧係冇辦法滿足香港嘅需求嘅。咁繁忙時間咧就往往需要排隊幾個鐘頭，甚至咧幾日嘅。咁你嗰個撥打嘅流程亦都有所限制嘅。人工接駁同埋咧等待嘅時間，用戶咧需要先撥打呢個接線台，譬如好似108呢個國際台咁樣，告知你個目的地同埋咧電話號碼，由呢個接線人員咧就手動連接境外嘅中轉局，全程咧就需要多層嘅中轉嘅。譬如香港本地局咧就係轉去國際出口局香港，跟住咧就去呢個境外營運商，平均咧等待幾個鐘頭，甚至高峰時間咧可能延遲至第日嘅。亦都需要有資格同埋呢個內容嘅管控嘅。商業同埋機構嘅就優先啦。譬如企業同埋政府嘅單位咧，可以相對咧就係便捷咁樣申請，而個人咧就需要咧有充分嘅理由先可以嘅。譬如你如果有親戚有親屬咧就病危咧，咁樣就可以嘅。並且咧要登記你嘅身份證明個信息咁樣。亦都有呢個政治嘅審查。通話咧可能被監聽嘅。涉及呢個敏感嘅話題咧，如好似政治或者安全咁樣，咧就會被中斷或者拒絕接通嘅。至於咧嗰個費用就非常之昂貴嘅，個電話費非常之昂貴。所以好多人咧當其時咧亦都視乎你打去邊個地方咧個收費咧又不一樣嘅。啲人咧就通常咧就用呢啲替代嘅通訊嘅方式，最常用嘅咧就係電報呢個電報嘅收費咧就按字嚟收嘅。譬如你發過去美國，當其時咧就1元港紙咧就1個字嘅。由呢個郵局咧就代為譯做電文咁樣嘅。亦都有啲人咧就會用呢個航空信啦。航空信呢個成本咧就
貴到1、2蚊港紙嘅，但係寄到去歐洲同埋美國咧，通常咧就係要2、3個星期嘅。咁歐美個當其時咧，普遍咧都可以直撥 IDD 嘅啦。咁啊，香港咧就直至到1985年咧先係開通呢個服務嘅。咁啊，技術咧就滯後咧，同埋政治嘅交織嘅通訊困難。喺1975年咧，香港國際電話咧就被視為係一個奢侈品啊，同埋咧亦都係管控嘅工具。咁啊，雙重嘅身份嘅。咁呢個商業樞紐嘅價值咧，就依託呢個殖民嘅資本大公電報局同埋呢個地理嘅優勢，成為亞洲國際通話中轉嘅節點嚟嘅。咁至於喺民生咧，就係認為一個高昂嘅成本、漫長嘅等待、政治嘅審查。咁啊，普通嘅民眾咧就極少用嘅，更加咧就依賴書信或者電報。咁呢個即係個情況狀態咧，直至到1980年開始，香港電信市場咧就改革開放就光纖技術普及之後咧，先能夠逐漸改善嘅。所以講咧，技術咧、科技咧就改變一切，而我哋咧就喺呢個時代咧就磨練出嚟呢一個應變能力同埋呢啲做生意嘅藝術。咁樣如果唔係咧，就會被淘汰嘅。咁如果你冇呢個本錢咧，就會好危險。咁你哋覺得點咧？亦都歡迎評論區分享下。如果你冇咗手機同埋互聯網一日，咁你點樣處理你個工作咧？你最擔心係啲咩咧？咁啊，記住咧就係點讚同埋訂閱。咁下回咧就同你哋分享下。咁當年咧，如果冇咗電腦、冇咗 email， 咁係點樣去處理呢個海量嘅文件同埋報關做 LC 咧？咁樣呢啲失敗嘅教訓咧，絕對咧就比成功嘅精彩嘅。咁啊，希望下一期咧就收到大家嘅互動咧咁你哋覺得係點樣咧？尤其是年輕嘅朋友咧，就睇下你哋有啲咩意見啦。好啦，今日咧就講到呢度啦，好多謝各位，下一次見你哋，拜拜。